这里有个硬币，这里一瓶水，我塞进去，我能把硬币变没了，看好了，盖上盖子，麻里透，没了，看一下。真假的？看一下。啊！我操！你竟然得怂！怎么了，媳妇儿？你碗太小，有面放不进去呀。看我的！这回行了，媳妇儿，是吧？妈，干啥骂一天呐？天天从下午开始打到现在，啥也不管啊！一天天的，搞得大家啥事没有了，是不是？妹妹也不管啊，屋里也不收拾，穿这不造的。我就不。媳妇儿，你咋的了，媳妇儿？啊！妈呀！大夫，你快看我媳妇儿咋的了？媳妇儿，你咋？大夫，你看呢？我操你妈呀！呀，没事了，媳妇儿啊，好了，没事了。老胡，帮我拧开一下，给你个惊喜，看看里面有啥。不要了吗？不要了。我穿的是不是很帅？你今天特别帅啊，特别帅。一路人，我拿快递，一路人都看着我。你穿太帅了，今天。特别是那个网袜，你那个网袜最帅，对吧？这现在你让我耍嗨，不干，那我带你去抽风，要得嘛？你我把梨给我冰冻个梨来，要得。舒服。你咋个来不动了呢？哎，队长，干嘛啦？还想洗澡了吗？昨天说吃劲了吗？干嘛呢？哟！我傻逼啊你！我！你没有忘？你他妈的个！